第3届亚太永续博览会今日起稿，等下晡4点，总统府成立的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就要开头一场会议。环境部长潘启平就表示，因袂干那讨论讲这核能到底是要用也是无爱用，因认为讲这国家的能源是愈多元愈好。 为咱的友邦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来表演团体演出传统的舞蹈，替第3届亚太永续博览会来开幕。来到现场的环境部长潘启平下昼特别出席总统府第1届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会议，伊表示会议上一定会当理性讨论，袂定限制核能的议题，但国家对能源的态度应该是愈多元愈好。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，不要新的核能或者做什么，这个都是可以讨论，而且是开放的。所以不排除任何可能性。我们不应该只很狭隘的说，我们选择哪一种能源，因为那能源是要越多元越好的。这届博览会嘛进行永续行动奖的颁奖，得奖的中油公司强调，多年来加投入生态保育、有经济发展的平衡，嘛替第3天然气接收站开发做例，指出伫人为的适当投入了后，监测资料显示，当地生态变更较丰富。身为摆团的大户，中油面对特别开展的碳费，嘛表示准备好啊。我想，这个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鞭策力，鞭策让我们去做更多的减碳。哎，对对。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好准备了，这样。对。中油公司指出，若达栋为300块来起订，爱缴超过20亿的碳费，已经编好有算来应用。费率是尊重环境部最后的审计结果。内政部嘛展开产品碳足迹的盘查，结果出来了后，就做内部的碳定价，会倾向伫明算小、有压力、相信会互减碳的效果更较好。记者林培耀做台北报道。